個屋苑係我拍視頻拍得最多嘅一個屋苑。點解今日落雨又嚟到呢度？有兩個 point 係值得大家注意嘅。咁第一個呢，就係永利巴士可以直達我哋屋苑門口啦，每日超過20個班次，可以覆蓋到屯門、太子、荃灣、尖沙咀、香港機場、迪士尼等等，交通十分之方便，一落樓就可以直接返到香港啦。呢度超過60%嘅香港業主選擇呢度啊。第二個 point， 我哋新加推咗3棟嘅，有89平方同埋110平方嘅示範單位啦。咁89平方直接可以吊打市面上所有嘅第4代住宅，居然可以做到4房，而且仲係南北通透嘅戶型啊！呢度咧係位於中山旗江新城港口咧，已經係納入咗範城區噶啦。咁我哋交通亦都十分之方便嘅，3分鐘就可以去到我哋港口高速路口啊！去到廣州、佛山同埋我哋深圳咧，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，1個鐘頭可以去翻深圳灣同埋珠海口岸，輕鬆過關翻香港啊！第二個，我哋配套十分之成熟，萬民匯、保利廣場等等咧，都係5分鐘。隔離咧就已經有山姆開業咗噶啦，成個小區已經覆蓋咗山姆極速達，1個小時就可以送貨上門啦。重點係你喺香港攞1個月嘅糧就可以買到呢度，3萬蚊首期啫喎，你諗都未諗過3萬蚊居然可以成為呢度嘅業主，仲係萬科物業啊！每個月3000零4000蚊月供就可以上車1000尺豪宅啊！依家嘅活動非常之多啊，仲送你全屋嘅家私家電大禮包啦，跟住仲送你產權車位，仲送你5000蚊嘅山姆購物卡添啊！咁我哋跟住鏡頭一齊去睇睇示範單位啊！今日睇上城南岸呢一套屋苑，簡直就吊打第4代住宅啊！呢一套屋苑市面上應該係冇啦吧？89平方可以做到4房。南北對流雙露台，而且水位超低啊！70零萬總價就可以上車。首先感受下我哋呢個戶型，入嚟大門口咧，呢一個房全部係贈送俾你嘅，可以安排做翻書房，得閒喺度辦公聽下 music， 非常之寫意噶。嚟翻呢個客廳，可以睇翻我哋做咗南北對流，通風效果非常之好啊！過嚟餐台呢個位咧，可以放翻個長餐台，6個人喺度食飯，其樂融融。咁廚房係安排做 U 字型嘅廚房啊，見到全部都係贈送俾你嘅。呢度3萬蚊首期，你就可以上車啊，唔使多錢噶。全屋嘅家私家電全部贈送俾你啊。咁第2間房咧，可以做翻我哋一個兒童房。見到我哋嘅交標十分之高啊，呢度有60%係香港業主買，連明星都會選擇嘅樓盤。點解呢？因為咧低首期可以上車，而且樓下咧即將開通永利巴士，直接到屋企門口。咁呢條巴士咧每日班次非常之多啊，亦都係我哋港口嘅第1站。咁去翻香港市區同埋深圳咧非常之近啊。跟住鏡頭去睇翻第2個戶型81方嘅先。咁呢個戶型就係加大版嘅4房，110平方4房南北對流。首先見到呢個都係我哋一個書房位置，飄窗駁好晒俾你，實用率去到100%啊！咁睇翻咧，我哋呢邊咧客廳闊3.8米，舒適度非常之高啊！朝南向望園林，景觀非常之好，園林泳池全部都做好晒俾你嘅。咁呢個露台咧係贈送翻1半面積嘅，山姆極速達咧已經係開通咗1個小時就可以送到屋企門口。我哋屋苑過去10分鐘都唔使就可以去到山姆啦。喺香港攞1個月嘅工資，首期3萬蚊就可以上車呢度，係唔係非常之舒適？喺香港仲住咩劏房啊？呢套1000尺嘅單位，首期僅需要3萬蚊，單價8000零蚊 ，total 90萬總價就可以上車啦。洗手間3段式分離，所見即所得噶。每一間房每一個空間利用得十分之極致。咁我哋呢個位置咧，去翻珠海口岸，包括係深圳灣口岸，分別都係1個鐘頭嘅時間。去翻廣州、佛山咧，
第一個站點上高速，5分鐘就可以上我哋嘅高速路口，非常之方便㗎。咁我哋呢度咧吃喝玩樂非常之齊全㗎，有萬文匯啦、保利廣場同埋石岐大信都係10分鐘之內嘅車程就可以去到啦。上城南岸睇完呢兩個戶型，大家覺得點樣呢？89同埋110平方都可以做到4房南北對樓，單價8000零蚊，首期僅需要3萬蚊，等於你喺香港1個月嘅工資就可以攞低呢一套單位啦。月供輕鬆無壓力，3000零4000蚊就 OK， 而且咧幫你搞掂晒全屋嘅家私家電全贈送啊，仲送你一個產權車位添。咁咧山姆嘅購物卡咧都幫你安排好啦，揾到我 Jennifer 仲送你5000蚊嘅山姆購物卡添啊！呢度你覺得點樣呢？